后来为着要来进行着旅行业，这个游览车甲旅行社来合作，推出着环岛的行程，3天2夜，只要3300，其中一天阁带5星级的饭店。这个超班机的介绍，将近有300个民众来报名。早起因到高速公路南投服务区集合出发。将近300游客集合伫国道南投服务区的停车场，准备要展开3天2夜环岛活动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手消毒。上车前爱量体温，用酒精消毒，大家拢真配合。因为因干用3300介绍，就买到环岛的旅程，其中有一天佫带了5星级的大饭店，因讲真会好。哦，这个非常超值的。旅行团讲，原本共顶级的行程，一个人成本都要5000块以上，这是甲游览车、甲饭店业者合作的，家己吸收几万块的费用，就是要提振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内游览。损失算差足济，就是拢假日啊完全就是拢无人坐游览车，无人坐啊，该开游览车出来，会使讲完全拢无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游览车的司机讲，3个多月来，假日差不多拢无出车。国内疫情即摆有较缓啊，感受到民众愿意出来佚佗啊，所以讲就算无趁钱，嘛会配合旅行社的专案，有更较侪人愿意伫国内游览。